早前去咗台灣，特登去咗小魔女 DoReMi 25週年展，真係所有童年回憶都翻晒嚟啊！去之前預先喺 Klook 買咗成人飛，換電子飛嘅時候佢會送埋贈品，係一個超靚嘅25週年鎖匙扣。展覽分咗上下兩層，一入去就有每個小魔女咒語嘅布景板。小魔女 DoReMi 由2004年首播到而家，成個展覽你會見到由第一季去到第4季嘅經典動畫場景，有熟悉嘅魔法學堂，仲有1:1嘅 DoReMi 同埋小花公仔。沿路一直行，仲會見到所有動畫手稿同埋唔同嘅打卡位，仲可以拎住道具，好似小魔女咁施展魔法，回顧翻每個小魔女嘅成長歷程。咁多季嘅道具介紹同埋服裝嘅轉變，最後可以對住好靚嘅鏡自拍影相。落翻去下一層會有好多台灣限定周邊商品同紀念品。走之前千祈唔好唔記得參加魔法球抽抽樂，每個獎品都物超所值。